武汉肺炎的疫情重伤观光业，但是有一个所在无受到真大的影响，就是南投县的信义乡，遐的空气真好，阁拢是开放的空间。即摆阁是沙区啦大区的时阵，大家去遐看花，心情爽快。啊，附近的观光工厂生意嘛是呛呛滚。 日头照樱花画面，看起来有够水。今日步道顶面，互人心情较轻松。美丽瞬间，当然唔爱加翕几张相片来做纪念。南投县信义乡草坪头遮吉仔樱当日开花，为空中来看，几粒山拢是变成粉红色的，真壮观。虽然讲武汉肺炎的疫情可能真紧张，不过这人潮含较早拢同款。比如是，逐天差不多700-800人来这算，假日的时差不多有1500人，和观光工厂的生意是愈来愈好。 客数呢，目前是算是还蛮多的比较少受到影响了哈。毕竟我们这边是一个开放的空间。去买工厂的人嘛真多，因为这山悬、风景水、空气够好，会互人将烦恼放袂记。会很空旷吧？我没有看到人戴口罩。今年的樱花开得很漂亮，第一次看到非常开心。 拢无受到疫情影响，吉仔樱的花期估计还有10天，后来对9号富士樱。 到3月初，拢还袂使看到花开甲遮水的美景。